近日日本嘅 YouTube 上湧現大量 AI 生成嘅假醫生嘅影片，標榜咧長壽嘅秘訣同埋心臟病嘅治療妙方，吸引咗數十萬嘅點閱，仲引嚟好多嘅誤導資訊，可能咧會危害觀眾嘅健康。呢一項調查咧係由日本放送協會 NHK 揭露，提醒我哋網絡醫療資訊嘅真偽辨別至關重要。據 NHK 嘅調查，呢啲嘅影片多達100個以上，長達20至50分鐘。主角身穿長袍，話自己咧係大學醫院嘅前部長，81歲嘅現役心臟病嘅權威，或者係8歲嘅名醫，對住鏡頭分享長壽嘅秘密，或者係預防心臟病嘅妙方，營造咧專業嘅權威感。部分嘅影片點閱咧高達50萬次。但係 NHK 咧檢查50萬高流量嘅影片中嘅人物，約60%，大概咧31個人咧係冇醫師執照嘅記錄，甚至係大學同醫學會咧都確認冇呢個人嘅存在。例如一個自稱東京大學醫院前內分泌部嘅部長，佢係冇任何相關嘅職位記錄。另一位81歲嘅心臟病專家咧，都未喺國家嘅醫師系統同埋醫學會入邊出現過嘅。呢啲嘅影片疑似咧係全部由 AI 所生成。國立情報學研究所教授月前功分析咧，佢哋嘅特徵係包括語言合成嘅生硬、白袍嘅紐扣咧位置異常、面部嘅輪廓比較模糊，同埋同類嘅影片咧數量好大嘅，顯示咧低成本大量生產。佢又指出，背後目的咧，可能係引發疾病嘅恐懼感，引起流量，繼而賺取廣告嘅收入。而更值得注意同埋危險嘅地方係內容咧有異常錯誤嘅地方。日本東邦大學醫學部教授中村正人檢視咧一則心臟病嘅影片，批評咧佢建議心口痛嘅時候要立即咀嚼抗凝血藥嘅藥物，但係病因咧唔係心肌梗塞嘅話咧，咁樣會反而加重出血嘅危機。中村更加講，呢啲嘅影片誇大恐懼，令人混亂焦慮。如果真係有人跟住做嘅話，就非常之危險噶啦。經過 NHK 去調查之後，Google 咧已經停權咗嗰一個嘅違規嘅頻道，但係目前仍然有好多 AI 嘅醫療影片喺網上邊發布。日本厚生勞動省咧警告，如果係假冒醫生提供醫療嘅資訊，可能咧係違反醫師法，呼籲民眾咧要揾可靠嘅來源，例如係官方嘅網站或者係專業嘅醫師諮詢啦，避免咧誤信網絡嘅偏方，導致健康適得其反。